各位台语堂的兄弟，大家平安。要开始听上帝话语进前你甲你边仔的兄弟姊妹讲，我真欢喜。欢喜啥物？还有一句啦这句较长哦我真欢喜安怎呢？会当甲你同齐来敬拜主。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今日毋是今日尔，每一个礼拜，咱台语堂的诗班，献出遮尔水的诗歌来学罗荣光咱的上帝，何等的美好的即个歌声，不止安尼咱台语堂的诗班因为即个献诗呢，礼拜前练习，礼拜后练习。不只是咱台语堂来献诗学罗荣光咱的上帝，昨晚嘛咧拜六的即个礼拜当中，咧大堂嘛是用诗歌咧学罗主，所以我真正是感恩咱台语堂有遮尔水、遮尔好的即个诗班，最近阵容阁愈来愈坚强，真侪即个大条的拢入来希望咱台语堂的即个诗班会当真做上帝来甲咱采用咱真欢喜会当来到主的面头前，同齐来学罗主，因为咱的主是值得咱家学罗每一工学罗的上帝咱嘛会当来礼拜当中，通过伊微微的仆人听到上帝的话今日的话真短，敢若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咱拄仔已经有小可有读到嘛我今日用这句话希望讲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咱每个人拢会当做一个上帝要使用的人当咱要做一个上帝当使用的人，安怎才会当互上帝甲咱使用呢？为什么今日牧师经文遮尔短呢？因为顶礼拜我无伫嘛因为我去即个绿岛三工，即个所在我即几年一年去2届结果会阁想要去个，阁想要去我即3工真顺时无顺时啦因为即届真特别有一个家庭，我顶届讲即个家庭毋是干那翁仔某呢，佫2个幼囡仔不止讲2个幼囡仔，即2个幼囡仔佫有一寡身体会是无讲介拄好但是即个家庭因为非常有即个宣教的心志所以呢，因全家算头一届全家参加即个即个地宣因为囡仔坐飞行机无讲真甲一般人安尼啦，因为佫一个安全的即个椅嘛，敢若坐汽车共款。椅甲咱一般的汽车佫要求佫较悬航空公司佫无共款。阮坐3种航空公司有日营啦，有华信啦，佫即个德安啦每一间航空公司要求佫无共款。要去毋是讲你著飞行机票买著坐去迄个椅爱通过因，感觉讲会拄好因为即种代志无定定拄着，所以因咧航空公司的迄个服务人员无讲介熟悉所以安尼事情联络，最后呢嘛确定，拢好势所以放心买票，放心要去坐飞行机。但是去到飞行机场嘛无讲遮尔顺势互你去啦嘛感谢主的一路引带拢是顺势啦最后要转来咧台东拢大家拢入去要等飞行机，要上飞行机结果呢即对家庭甲阮即个赖群主讲阮即摆无法度坐飞行机用动去因为这椅有问题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因为东北季风来风较透嘛每一届我去见届拢是为某一个方向即个下降落即个绿岛。但即届我台东坐飞行机，发觉讲伊个航线敢若甲普隆西无共款，我也感觉奇怪但是讲飞行机飞哩，毋是驾驶毋是我嘛方向盘倒咧毋是伫我手头，但是我著安尼看海，连一只船拢无海真侪安尼白白迄落白波咧，敢若海影安尼飞行机安尼
扑来扑去安尼啦吼，上上下下。啊，要下降的时阵，我感觉即摆下降哪会方向无共款？啊，要下降进前吼，忽然间敢若坐云霄飞车安尼吼，迄个航道我安尼看起来就是安尼吼，但是伊若安尼摇来摇去，安尼佫顶下吼。迄个飞机17个人啊，有7个空位，阮见解拢坐满，即届有空位，因为真有少啊，毋敢买迄种礼券款。下降迄阵啊，几分钟啊，尔啦，感谢主最后嘛是平安，因为我即摆人徛伫遮嘛平安安尼落去落去以后大家对阮咧开玩笑开玩笑，但是有一个时刻后来讲其实迄个时阵，但是有一寡人安尼小可担心啦飞行机足细只的但无论如何，我是简单安尼讲，但是这个无要紧啦要紧的是阮拜五是要开始要迄个开始有即个医疗但是一礼拜前10天前了已经甲即个机器行出去啊，但是阮人够机器无够，这机器为什么即届？会搁定价，因为阮囥诶迄个所在因为也有海风有盐较重，一寡塑胶管啊，什物迄个迄个什物迄个开关头啦，什物拢会歹去破风啦，也是漏啦所以即届阮顶届就是安尼再转来大搁来精修即届安尼搁甲伊行出去，但是人够物件无够，所以拜五就无法度进行。但是感谢阮拜六暗嘛本来有一个彩排就提前一天所以拜六早起呢就开始有服侍。拜五暗嘛就有人要来但是来就变扑空啦但是总是这拢是上帝你的掌握当中你拜六嘛真顺时早起下晡下暗但是你拜六黄昏的时阵应该下晡的时阵业务师甲我来，毋是甲我来啦，敲电话甲我讲歹势明仔载要来台语堂讲道但是呢，我即马身体非常的无爽快，因为伊几工前开一个刀，嘛拄转去厝休困尔，想讲礼拜要来咱台语堂讲道，伊嘛备办好早嘛甲即个阿典讲即个经文题目拢讲咱的周报拢讲好我拜六嘛遥控嘛也毋是遥控啦，感谢阿典咱拢当真舒适我嘛甲伊周报拢确定嘛印出来但是呢，业务师讲我现主时身体足无爽快，其实是足疼。伊讲我即马要去急诊，准备要搁应该爱搁大院。伊恐惊无法度，毋是恐惊，一定无法度。过转工来台语堂讲道，即声我是讲我是要坐飞机转来嘛。我是讲安尼是要安怎安排是好呢？因为顶礼拜有阿典的新学院的即个小佳老师有特别来，我是讲以后有机会当望邀请的，我想真拄。我本来我顶礼拜邀请明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来啦但是讲拄了这种代志，安尼是毋是无就邀请伊来，是毋是会当来帮衬业务师伊无法度来讲道，结果联络袂着后来联络着伊讲伊顶礼拜伊爱去家己讲道，因为一年每个老师有学校个安排20届，每个老师拢爱分配20届去升学讲台去无共款的教会结果伊讲爱去家己。安尼就无法度无法度是要找谁呢？找教会大家牧者嘛拢有一寡代志。后来我找江牧师啦江牧师伊讲会使，但是甲我讲会使用国语，无法度无国语嘛无要紧啦大家拢听有啦就讲无就医好啦。我就甲即个阿青联络讲本来叫伊去找老师，找袂着，找着伊阵讲无法度，就讲无就江牧师。后来阿典讲伊会使，我是讲伊拄来报道呢，昨个才来咱台语堂正式报道即个印尼真正毋惊死伊讲伊会当来替业务师讲，
伊毋是家己要准备一篇哦，伊就照业务书的题目迄个经文哦，拜六伊讲准备者，明仔载礼拜就要来甲大家分享哦。我听讲安尼，我就免买嗰个机票转来，安尼最后哦，我就放心吼，交托了上帝。后来即几工昨电甲我讲，伊搁去看业务书，业务书李牧师竟然吼遮尔好胆放心，无明天来讲道哦。我嘛无要求讲吼，爱讲一解互我听，还是讲录影互我听。但是感谢主，伊嘛有录影，伊昨搁放互我听吼，互我看吼。哇，实在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啦吼！这个新学生吼，实在是无简单吼。因为我回想我甲伊共款1年的时阵吼，有够才的吼。但是呢，咱这个新学生阿典吼，会当安尼离这个安尼业务书临时无法度的时阵，会当临危受命吼，会当真做上帝的车用吼。所以我就想到即句话，拄仔迄句话啦吼，迄句话哦，提摩太吼，保罗写批吼。该勉励，勉励讲，你毋通互人爱看你少年总是爱伫各方面倒几方面咧拄仔所讲的伫你讲话方面啊，你行做方面啊，你的疼心方面啊，你的信心方面啊，你的顺格方面，拢做人的榜样不只是安尼我拄仔讲阿典为虾米伊会当遮尔勇敢？原来是做兵做20多年咱也讲较早我做兵的阵迄种士官长咱叫伊老乌老士官长20多年即个老士官长虽然伊甲30通岁啦但是做20多年的兵做甲士官长无法度决升的伊讲安尼转换跑道来做神国的精兵啦神国精兵对这准尉开始我讲我昨来讲你安尼即马不止准尉未来你会做将军安尼虽然是老士官长即马是新学生是菜鸟，但是我看毋是菜鸟来第2礼拜就讲台咧讲道讲时间真短真短虽然敢若讲无够长，但是后来伊会见真感动人，敢毋对？我听了嘛真感动，我嘛真见识我无花无遮尔久所以圣经就讲爱回到起初的爱心，回到起初的信心看到甲听到英典安尼会讲到信息甲伊的见证嘛激励到牧师，我毋知影在座兄弟姊妹顶礼拜听了是如何啦所以我今日就讲人讲通过这段经文，大家来勉励，大家来勉励大家勉励英典的名实在真好，我毋知影老爸为什么要予伊这个名，来荣光上帝有上帝恩典呢讲道一工半工无到半工就准备好有的新学生讲牧师毋通排我啦，上无3个月准备啦英典竟然会当安尼临危受命实在是荣光上帝实在有上帝恩典你的心情我通过讲今日这段经文，大家咱共同来勉励啦勉励自己也勉励别人就是咱来做一个上帝要使用的人如果咱要做一个上帝会当甲咱使用的人今日这段经文，当然圣经真侪经文拢有甲咱教示，但是今日这段经文特别讲到这5方面啦这5方面，但是保罗这个勉励这个提摩太讲莫互人毋通互人因为你少年互人看轻咱在座嘛无几个少年的啦，上少年应该就是新配啦不管是少年的老啦少年你讲我毋捌代志啦，我啥物拢袂晓啦安尼，听起嘛真谦卑，有人时嘛是安怎踮咧遐咧拒绝推却但是咱在座咱嘛无讲介少年对毋对？是讲我已经安怎？报道已经生已经老无法度从啥物落国国。我要去进前，李老师讲牧师，我感觉呢身体敢会当去宣告，讲你有心志拢会当拢好甲身体顾用顾用会当行咧会当来去不止李老师讲要90岁在座应该，因为陈伯伯无伫嘛所以应该是算李老师上年纪上大啦。不管是你少不更事经事还是更事那边念还是宝刀已老绝对有这款的
人类甲想法。哦，你看迄个加勒80几岁，85岁，啊，伊的心智是安怎？哦，佮有雄心壮志呢，敢是？哦，啊，咱的英典就咱迄个边仔恁的现主席，哦，遮尔啊勇敢，对毋对？哦，所以毋是少不，即个毋知要跟啊真吼，更是吼，哦，嘛毋是宝刀已老啊，哦，咱的剑啊刀啊，安怎飞出来时阵安怎金光闪闪对无？吼，流落去哇安尼，敢若迄个日本师傅料理吼，这个做沙西米安尼，都足精准的吼。好，咱今日这段经文吼，我拄仔讲吼，第一这段经文吼讲吼，着你讲话行做吼，听心信心纯洁吼，做信徒的这个模范呐，吼。伫这罗马书12章第3节，嘛有一个差不多的经文吼，我读互大家听。吼，保罗讲我凭着吼所赐予我的恩呐，吼对恁吼个人来讲啊，讲啊，莫看自己过伫所当看的吼，着照着上帝分落各人的信心吼的大小呢，看点吼合乎中道吼，所以你毋通甲自己看伤悬，嘛毋通甲自己看伤低吼。如果上帝互你5枪，你毋通讲啊，敢摕个2枪去使用哦。但是上帝如果互你1枪，你毋通当作你有5枪，你怎啊咧？你去使用哦，不管是人生诶生活啦，还是工课啦，还是服侍拢共款哦。总是圣经的话语甲咱讲，咱爱看咱自己看了合宜哦。不管咱是少年也是年老哦，莫互人甲咱看轻就对啦。哦，莫讲你少年啊，袂当创啥；莫讲看你老啊，你袂当创啥物。咱华恩堂吼，互人认为讲咱华恩堂是足老的教会，足老到毋是讲70年老啦，讲内底的人拢真老啦，比台北市人口即个国民吼平均的年龄搁较悬，安尼是安怎？有较老安尼吼，敢若袂当创啥物吼。咱国语有俗语一句话啊，家有一宝啊，不，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对毋对？啊，咱家几个宝啊？吼，大家拢是宝啦，大家拢是宝，吼，所以我拄仔讲，兄弟姊妹，不管你是少年，你也是老啊，莫有人甲咱看轻啦，吼。今日甲咱讲的即几方面内底呢，咱会当来追求。吼，互咱的生命内面呢，吼，会当真做吼，上帝会当甲咱使用的一个人。吼，所以我今日通过这段经文短短啊，吼，勉励大家嘛，勉励我自己，吼，就是讲做一个上帝要使用的人，吼。如果兄弟姊妹，你认为家己安怎？伤少年啊？吼，只有一句话送互大家啦，吼，这是一个作者写，毋是我写吼。伊即句话安尼讲，如果你认为你家己伤少年，你爱知影啥物？知影讲上帝期望用你的安怎热情？少年拢安怎？哦，拢安尼传我的囡仔吼，啊，我体力拢无够，出去拢安尼哦，行行会晓个行，因为我安尼撞来撞去哦，体力诚侪，真有热情，嘛有魄力，哦，嘛有远见，哦，因为咱梦想吼。啊，搁安那，即个干劲吼，台语应该讲啊，拼头、力头，这是应该做工的人咧讲的吼。啊，搁有即个创意吼、创意吼，来吼彰显吼上帝伊的荣光。少年人就是毋是参那亲像安尼对毋对？所以你莫感觉讲你今日袂当从啥物，上帝有少年人吼有遮尔啊多吼，不管是体力还是即个内心梦想等等吼，会当来。愿力吼，互上帝甲咱用的时阵，咱就当来用光伊啊。所以我拄讲用典啦吼，顶礼拜就真用典吼。哦，上帝主用伊，我听迄个讲道的时阵，咱台下的即兄弟姊妹，比每礼拜牧师话咧讲台的时阵吼，笑声较济一倍呢吼。今日较少一点，即摆佫加一个吼。啊，今日看结果是我较济，伊较济。兄弟姊妹，如果你少年的时阵，莫互人甲你看轻，吼，
我顶个月吧，伫路边吼，礼拜应该是拜几袂记啊，应该礼拜下晡啊，看到一个老妈妈吼，较早拢伫咱教会里服侍，啊最近较无，因为年纪也较大吼，但是无拢来做礼拜，我罕咧拄着伊，较早拢伫大堂。海港哩路看，足久无看了，因为较早吼，我嘛邀请伊伫北投吼，一个月去服侍弹钢琴哦。伊讲70几岁，敢会当服侍？会啊，你来啦！伊即嘛80外吼。结果呢，伊讲无法度，我讲你来徛遐徛遮久。我讲我要来看阮后生、新妇、孙啊，但是因还袂转来吼，无锁匙，通我你叫我哪会家己无锁匙？阿嬷哪会无锁匙？你讲要转来啊？等，我著去开讲啊！后来因孙啊徛骹头车转来啊！哇，一个应该看起应该还袂20岁10外遐一个少年囡仔，哇，真缘投，不止缘投，嘛甲我共款拍泥骨带吼，嘛穿安尼哦，穿乌裤白衫哦，因为伊伫北京教会吼，咧聚会啊，伊即个少年囡仔。去聚会，哪会无穿安尼穿啊？遮尔安尼轻松哦，伊就是安尼，足有迄种规范的迄种教导安尼吼。我看到即个少年安尼，即个少年嘛无简单的无简单你迄教会有一寡教会你敢知影？大家拢穿安尼拢共款的，伊就是安尼好，我讲安尼，你这个少年，你个孙啊真无简单的信仰真虔诚的真对，搁你教会你服侍遮晚才转来，迄阵已经下晡5点外，还袂6点嘛。一般咱嘛5、6点无伫教会啊，伊才拄啊转来徛到来才转来安尼所以我拄讲兄弟姐妹，如果你认为你真少年绝对，上帝有互你热情上帝有互你表力，有互你远见，有互你拼头有互你创意颠倒变，如果兄弟姐妹，你感觉讲我即马毋是少年囡仔，毋少年家啊，我是一个老岁啊，老酷的啊，安尼的时阵，兄弟姐妹，如果你认为家己已经伤老啊，想看觅，上帝要甲你通过即张 PPT 下骹即句话要甲你讲啥物？想要看无？还是留白？家己想，家己讲，来看者即个作者勉励照即则的经文勉励。如果你家己认为讲我已经伤老啊，袂当创啥物啊？伊讲你爱知影，你有啥物？你有坚强的韧性。你有啥物？你有智慧，你有人生的智慧，活几10年啊，对无？食的盐比别人食的饭较济啊。你有啥物？你有领导力啦，对无？上无，你是你囡仔的爸爸妈妈你的孙仔的阿公阿嬷，对无？嘛是领导人啊，敢毋是？你有啥物？你有丰富的人生的经历。这一切人生过去的每一天所经过的累积落来，咱会当用这来荣光上帝的安怎荣耀。所以，哇，一寡兄弟姊妹你教会啊，拢较老讲即摆袂当讲，你过去会当从啥会当摕出来使用，互上帝甲你用啊。所以，顶礼拜甲小林啊，啥物林？小林开讲，竟然讲会晓几啊种语言呢？我讲你是读啥物系？毋读语言系的，啥物语言拢会晓？其中讲会晓日语啊。我讲安尼啦，咱会后加比时间线有练习的兄弟姊妹继续转来遮练习无参加诗班的兄弟姊妹我鼓励我是今日也是后礼拜开始拢会使加比啉啊，就坐落来来听少林甲咱每日一句日语安尼安尼敢好毋好？也是讲甲咱的台语的即个每日一句嘛该翻做日语的安尼来学日语也是讲你有一天，也是以后有机会去日本，嘛会当讲要买物件较方便对无？要坐车较方便对无？要去行大较方便对无？这个すみません这个東京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どこへ？这个
无标准嘛，所以爱甲伊拜师吼。所以呢，兄弟姐妹，咱每个人拢绝对吼，上帝会当甲咱用啦。我顶下讲一句话讲毋对吼，会后咱数理的姐啊，甲我指正讲啊，我讲买嘛有一部台，伊讲毋对啦，咱买嘛有一部台，吼，咱毋是买嘛毋是咱买，咱是安怎真准美的吼好买，敢毋对？是毋是？兄弟姊妹，你感觉你认为自己是如何一个人？少年若是老，迄是对年岁来讲啦，吼。但是咱的心灵内底，你安怎看家己吼？迄才是重要，迄才是重点。吼，所以我今日嘛莫搁即个裹脚布又臭又长吼，今日讲较短吼，啉咖啡时间吼较济吼，因为今日也怎讲日本课要开课，嘛有时间互伊对不对吼？所以我今日先暂时讲到遮最后啦吼，兄弟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上帝要使用你的人吗？要啊，袂。哦，遮佫一句话特别大字，哦，你永远袂安怎伤少年，吼，新爸你对你家己讲，哦，还是少年阿姊啊，甲即个新爸妹妹讲，新爸你永远袂伤少年，哦，咱共款吼，较年长的兄弟姊妹。你永远嘛袂安怎，袂伤老啊！宇宙光百人大合唱，伊有一个口号，伊讲啊，咱的班员兄弟姊妹，咱唱歌要唱喺当时。宇宙光百人大合唱，伊个口号讲，唱啊，一直唱啊，唱到迄一天啊！做诗班的班员，台语堂的班员，不只是安尼，我嘛鼓励咱台语堂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咱要来做礼拜，要做到当时，做到耶稣讲，莫搁踮咧302啉咖啡啊啦，来我遐啉咖啡，来我遐泡茶，哦，不管是诗班的，还是兄弟姊妹，哦，咱的台语堂，你有感觉愈来愈丰富啊无？有嘛吼，我拄讲，日文课要开课，要开啊，袂开？要哦，吼，安尼今日吼。非正式开课嘛，正式开课哦，哦，真个代志，莫讲遮尔啊严谨，讲一定安怎计划同样。有当时啊吼，计划吼赶袂上安怎变化吼，所以吼，我较早咧升学生的时阵啊，拄啊要推行什么公元2000年呐，哦，计划，迄个牧者夏牧师足够计划啊。公元2000年要到啊，总是要有一个坎章爱结束啊。伊讲安尼要安怎？1999年来一个什么？大地震。921大地震，变成有一个救助协会造出来，哦，所以就是计划赶袂上，变化共款。所以上帝施工吼，当然计划一定爱计划。但是上帝事工，咱爱有信心，甲咱引带。所以咱台语堂的事工嘛共款。我常常就恳求上帝，伊的信心甲咱感动，甲咱带领。不管人多人少，不管咱年岁老还是少年，包括即马迄囡仔破掉迄马纸消失去，幼婴嘛会当上帝用呢。我拄仔讲迄两个囡仔吼，甲我去绿岛迄两个囡仔是有顾用的囡仔呢。但是啊，即届去，迄囡仔嘛咧传福音呢，大家拢爱囡仔，敢毋是？爱甲伊耍，敢毋是？迄嘛一个话题，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绝对，你一定有路用的。不管你啥物款的所在，啥物款的时阵，哦，但是咱要上帝用今日即句话甲咱提醒，毋是讲我想袂就会当呢。如果咱袂当的阵吼，就上帝袂当甲咱用。有人讲咱足热心的，这互你食，这互你食，人看到你物件敢敢食啊？互神斩过啊，还是讲咧涂骹落去个捡个个糊落涂，人敢食？毋敢嘛。这互你啉，这互你啉，你杯仔垃圾甲人敢啉？所以呢，今日即句话最后，咱来详细去看一解。咱要做一个上帝要甲咱使用的人，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佮看详细吼。5方面，拄啊5方面是倒5方面，
外在甲内在。外在就是安怎？咱咧讲话，咱咧行做，咱会当有好诶模样啊无？咱内面是啥物？疼心是上帝的疼。约翰有一句话讲：咱会当爱别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咱若无上帝疼伫咱内底，咱安怎会当去疼别人？啊，信心嘛共款诶，咱的信仰嘛是因为信心的关系嘛，因信称义，敢毋是？你的信心到底如何？当英典完咧信心的时候，伊拜六听到这个消息，安尼处理，礼拜就徛喺讲台。啊，无这信心的时阵，就离讲台下骹米掉，离面前骹米掉的。第三点，纯洁就是要有清气的心。所以兄弟姊妹，这个道理拢真简单，也免啥物解说。当然，圣经有其他的经文有甲咱教示，但是咱今日就是照着这句话，照着顶礼拜迄个危机，嘛无危机啦吼，嘛无真正是危机。敢若迄个大陆定咧甲咱讲要来围台，有人当作是危机，也是人当作这无啥物。恁嘛毋大概当作无啥物，但是恁嘛大概当作危机。咱若怎啊是一个仰望上帝的人，交托上帝的人，上帝一定会甲伊的平安、十分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完全的平安，伫咱的内面。迄个平安是永远的平安。不管是内在的平安，还是咱展出来迄个喜乐，会当互人看见到无？会当互人感受到无？如果袂当，咱要来正做上帝找因，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兄弟姊妹，我希望讲，今日咱大家共同勉励，用这句话。咱英典才来大礼堂第二礼拜呢，今日第三礼拜啊，就这样啊，安怎？不止勇敢，啊，这样啊投入，对不？专家服侍呢，对不？今日伊的太太正式吼，要甲伊安尼同齐合作呢。我毋知影未来这一年会啥物大变化。到时牧师无地位煞，互伊请走啊！兄弟姊妹，咱同齐互上帝甲咱用好无？好，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遮尔好的一个教会，互阮兄弟姊妹当诚做兄弟姊妹，会当伫这所在共同来敬拜你，共同来服侍你。阮为着阮每一个姊妹，拢会当诚做你的车用。愿望主你，互阮每一个人袂看轻阮家己，阮总是会当伫讲话方面，伫行做方面，伫疼心的方面，伫信心的方面，伫纯清气心的方面，拢会当诚做别人的模范。不只是兄弟姊妹的模范，也是特别是那些还未信认捌你、倚靠你的人，这个福音的朋友、外邦人的模范，互阮每一天的生活，拢会当见证、荣光主你的圣尊名。阮来向你感恩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